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信。2026丙午馬年係八運轉九運嘅第3年，對比起2023年我嗰陣時講相信大家對揾錢冇咁易啦，同埋因權得財呢兩個九運嘅特點會有更深刻嘅感受。2026馬年仲係大家口中赤馬紅羊劫嘅第一年赤馬同中若幽壑，山南險象緊追蹤。咁有睇我立春八字揭密嘅觀眾咧，都會知道馬年天災人禍仍然不斷，健康問題咧令人擔憂。雖然總體形勢比蛇年好嘅，咁但係就會更加兩極化，再冇中間位㗎啦。覓生機嘅重點咧就係埋堆。馬年嘅風水佈局一定係要考慮上面呢幾點。講返正題啊，每年嘅9粒飛星都會順序咁飛到唔同嘅宮位。相互咧嘅五行生剋制化，馬年100張旺財星咧係入中宮，對所有方位咧都有正面影響嘅。咁風水上咧就會話吉位加吉，凶位咧就減凶。咁比蛇年2克病符入中宮好啊，咁大家咧就可以高興下。學理咧就深奧，唔講咁多啦。咁就會講下下面幾大方面簡單嘅趨避方法，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應用到。財運咧係多數人都非常關心，馬年咧仍然咧係生財容易聚財難。喺2026接財神條片咧，咁我教咗大家增加財氣同埋聚財嘅方法。喺度咧就唔再重複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睇下嘅。講返催財運對於大眾最合適嘅咧係東位，即係800嗰個位。咁可以咧就係放一個紅色嘅錢箱。咁如果係有接財神嘅啦，咁直接就用接財神嗰個錢箱咧就最好啦。咁如果東位放唔到喎，咁譬如係廁所位或者因為其他嘅原因，咁個錢箱咧就可以放喺東南位，即係九子嗰個位。咁你話我兩個位都用唔到喎，咁即係話大眾方法就唔適合你啦。咁你只可以咧係針對性去處理。咁有睇開我講解嘅觀眾咧，可能就會問財星位應該唔止一個，咁點解唔可以用咧？咁首先講600財星即係正北嗰個位。咁除咗係馬年嘅歲破位更加係疊咗三煞之一嘅災煞不單止唔適合大眾催財運，咁如果咁啱係書房啦，或者係即係飯廳放咗飯台啦，咁仲要更加咧就必須咧就係化煞嘅，否則咧如果係書房嘅話咧，咁你個工作咧就會阻礙思路咁飯台食飯咧就會影響健康。咁建議用透明嘅玻璃樽水種清脆濃密嘅富貴竹，數目咧就以4或者4嘅倍數咧就最好啦。咁再講100財星，即係中宮個位。咁對於呢個位咧係要好小心處理，因為天心位嚟嘅比較咧多禁忌一般嘅風水擺設咧係唔建議嘅。咁因為亂動天心位咧好容易出事嘅咁特別係馬年一面倒啊嘛。咁如果配埋行衰運，後果可以好嚴重。咁講開天心位咧，咁就諗起一位咧都幾多人認識嘅所謂風水大師。咁佢除咗好出名咁教人燒銀紙咁就係叫人咧喺天心位咧就放坨屎嘅。
咁即係呢種咁嘅擺設咧，咁當然就唔建議嚇。咁佢嘅下場咧，亦都唔係咁好。講完催財，咁要提提大家，咁催咗財，咁你仲要留得住嘅，否則咧你再多翻嚟咧都唔夠散。可以喺西南方，即係7尺嗰個位咧，用一個紅色唔透明嘅膠杯放4成左右嘅糙米記住係糙米咁再用方形嘅紅紙手寫一個滿字，貼喺膠杯外面咁放好咗咧就唔好再喐佢啦事業方面咧。不論係想加官進爵，定係想催升遷升職，咁都可以喺東南位，即係九子位嗰個位咧，就放一個紅色嘅膠或者瓦嘅盤咁種一盤咧土種嘅綠色大葉植物。馬年重點係埋堆，咁想事業好埋到堆遠是非。一定咧就係有幫助嘅，咁成日都講啦，輕則是非，重則官非啊嘛。咁想化解是非星咧，就可以喺西位，即係三碧嗰個位咧，就係放一個紅珊瑚嘅擺件。咁至於埋好堆簡單講就係要做啱決定咯。咁但係要做啱決定咧，每個人欠缺嘅嘢咧，都唔同對應嘅催避咧又唔同，咁係要針對性處理，冇簡單嘅大眾法咁大風水上面少犯錯啦，多做催吉之事啦，總會係有正面嘅作用嘅。喺健康方面啦，講立春八字嘅時候提過，馬年咧整體上咧係會比較差，咁仲會有分分鐘致命嘅新症出現，咁心靈健康問題咧仲好突出添，心病即係精神病就會即係容易更多咁而家風水上咧又有對應，咁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先講二黑病符星，火年啦，佢本身就係惡噶啦仲疊咗三煞之一嘅劫煞，咁情況咧係相當唔理想嘅。咁二黑咧主病如果家有病患啦，咁佢嘅病情咧會進一步惡化。咁如家無病患咧，就容易新增病患。咁如果屬精神科嘅疾病咧，就會更加嚴重必須要化解。建議咧喺西北位即係二黑嗰個位啦。就放一個透明嘅水晶球。再講五黃災星又係火年嘅本身咧就好惡咁仲要疊太歲真係雪上加霜。咁五黃咧係主凶災，咁包括意外、重病官非等等必須要化解嘅建議咧就係用圓形嘅玻璃杯啦，放藍色嘅玻璃珠珠嘅數目咧就隨心得啦。咁加水至7分滿水會乾嘅乾到2-3分嘅時候咧，你就要補充噶啦。咁另外提一提太歲位動土本來咧就唔適宜啦。咁馬年咧仲要係五黃位，咁動土咧就更加就係不適宜咁即係咧就可免則免。咁如果必須要動土，咁就一定要擇吉科嘅。咁再配合相應嘅化解啦。好，姻緣方面，單身嘅啦，如果想旺桃花，咁可以咧就喺東北位，即係4、6嗰個位擺放咧係一對鴛鴦咁已經有伴侶咧就唔好擺啦咁學習方面啦，包括職業進修培訓啦，同埋莘莘學子嘅學業啦，咁喺風水上咧都可以催吉嘅。咁馬年嘅東北位，即係4、6嗰個位啦，咁疊咗三煞之一嘅歲煞，咁建議咧就係放一個9層嘅文昌塔。最後又要提
提下好重要嘅3個點啦。咁第一點咧就係上面講嘅風水佈局嚇係方便法門，適合大眾共用。咁期望咧係要合理嘅嚇，幫到幾多就幾多啦。嗱，風水要發揮最大嘅效用，始終係要整體考慮，配合巒頭理氣，更加要配合人運添。咁再加上合適嘅時機，講到時機就係第二個要注意嘅點啦。馬年嘅風水擺設咧要喺2月4號立春之後擺放。咁一般咧，最好就係正月15之前咧就係完成啦。咁馬年咧要覓生機掌握嘅難度咧係比蛇年高咁最好就係即係擇個有利自己嘅吉貨啦。最後一點即使係普通嘅風水物品都係要心儀嘅喜歡接近嘅，咁最少都要唔反感咁否則你見到唔開胃啦咁就衰過唔擺嘅喎咁原理咧可以睇翻咧有關風水物品嗰一集嘅玄學百解。2026年丙午馬年嘅風水佈局就講到呢度啦。有嘢想講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嘅祝大家馬年萬事如意，身心健康，家庭幸福，財源廣進。多謝大家。